吃一些油炸或者是腌制类的食物。那另外就是每天都要多喝水，至少可能要5、6杯大杯的白开水，然后增加一些身体的一些水分，然后可以帮助一些宿便的一个清除。好，就是说，那第一个，我们再整理一下说，第一个就是要排便要正常，是好，那你就是说要保持一定量的运动，那么饮食呢都必须做好这个定时定量，时间到了就必须该要去吃饭，然后呢不要暴饮暴食，然后在这个饮食的内容的部分呢，都是忌一些油炸的东西，一些刺激性的东西，能够避免造成一些我们的肠道病变。那么经过医生这样的说明之后，我相信我们对于肠道的保健能够做得比较完整跟彻底，然后我们跟我们的大肠肌少症也好，或者是大肠癌也好，都可以来说拜拜。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弗届的传播力量，做法的布施，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化的功能之外，也提供了信众平日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。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，点滴布施，广结十方缘。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源远流传，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。划拨账号42274784，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